咁香港嘅攀岩可以追溯到50-60年代啦。咁英軍嚟到香港春寧啊，咁去軍營附近有獅子山啊、飛鵝山啊、筆架山啊，或者去到東龍島附近啊咁樣。咁好多啲石頭，好多啲石牆咁去開始攀爬。近期啲嘅10年8年多咗好多啲室內運動嘅攀登啦。咁變咗多人玩，咁又變咗多啲人去郊外玩啲真嘅攀石。咁啊多人出郊外啦，咁啊多少少可能留嗰啲垃圾啊，咁啊變咗戶外嘅清理都要多啲啊。咁我哋變咗有呢個活動就去啲岩場嗰度做清潔垃圾咁樣咯。咁有見及此啦，咁 Camp 4就邀請 Patagonia 舉辦呢個活動，就係因為佢嘅創辦人 Yvonne 咧都好主張天卡明，咁就好配合淨山活動呢個主題。無論喺岩場上定係石場嘅環境啊，都係需要保持清潔嘅。我哋選擇咗4個比較熱門嘅攀爬地方啦，就係馬鞍山嘅 Hero Crag、飛鵝山嘅 Sunset Forest、離島嘅東龍島同埋鴨脷洲嘅鴨脷排。咁希望呢個活動之後咧，令到我哋攀爬嘅地方咧可以清潔同埋舒適啲。咁喺呢個活動嘅開始咧，我哋就會提供啲培訓俾啲參加者啦，主要係介紹一啲攀石嘅技術啦，最主要就係有啲安全嘅指引，令佢哋喺戶外攀登嗰陣時係安全進行嘅。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因為我冇試過行呢啲溪澗咁樣執垃圾咯，即係可能就算之前行山咁樣都係喺山上面執啦。然後我以為行嘅山都係我平時行開嗰啲比較簡單嘅山咯，對我嚟講係都幾難行嘅。今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之後可能會帶啲好似咁樣嘅鉗同埋膠袋去，咁我自己一嚟可以執垃圾啦。我身邊亦都有 friend。都同我講話，不如之後咁樣去攀石，其他爬石場咁樣執垃圾啦。咁樣平時爬石，我哋可能會有啲食物嘅膠袋啦，有啲食物殘渣啦。可能我食嗰啲啱啱食嘅一條朱古力棒嘅包裝，我都要自己攞個膠袋執走。我自己都成日出山喺山上面抱石啊、攀石啊咁樣。咁但係成日都見到咧好多垃圾喺度。咁同埋咧好多時嗰啲垃圾係直情埋晒喺個地下入邊，咁所以要掘啊、要抄啊，先可以攞翻啲垃圾出嚟。如果唔係，佢哋食咗喺地下咧，其實你會見到嗰啲垃圾其實好多年過咗好多年，佢哋都冇喺嗰個泥入邊代謝到，都依然喺度。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參與大自然嘅人都可以幫手一齊執走啲垃圾。認識到原來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大自然啦，好多山啊，都有咁多垃圾嘅時候，其實可以之後都可能會多啲參加呢啲活動，或者甚至乎自己可能行山啊嘅時候都會去幫下手執翻啲垃圾翻落山度啦。呢系列嘅活動咧，總共有70幾人參加，同埋執到嘅垃圾咧有300.68公斤。喺呢度咧就再次多謝參加嘅朋友同埋義工。咁而家見到石場嘅環境咧都乾淨咗好多，真係好滿足。咁希望以後攀石人又好啦，行山嘅人又好啦，去到郊野都將自己嘅垃圾自己帶走。